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2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以赛亚书29章17节到24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彰显上帝。大港节的福音信息就是上帝差遣独生圣子来到世间。伊照光人伫世间顶悬的黑暗的所在，伊想说互人有盼望，互人医治的恩典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以赛亚先知的时代，人因为政治的关系受掠，失去迄个盼望。以赛亚先知就有言讲，将来会有盼望要赏赐互因。伫以赛亚书29章17节到24节，圣经安尼讲，过不偌久，黎巴嫩会变成做肥的田园，肥的田园会亲像树林。伫迄日，失聪的人会听见册内面的话，失明的人伫蒙雾的黑暗中会看见，卑微的人会因为上主加添喜乐，善车的人会高举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因为强迫的人会消失，藐视上帝的人会无去，当等特别做歹的人会灭亡，因用无事实的话害人受定罪，家伫城口判案的人设落网，佮用假见证陷害正直的人。所以迄位捌救赎阿伯拉罕的上主对以色列人民安尼讲：以色列袂佮受侮辱。因的面容袂过伫青顺顺，当因的子孙看到我伫因的中间所做，因会尊我的名做圣，会尊雅各神圣上帝做圣，会敬畏以色列的上帝。愚妄的人会晓悟，拗念的人会接受假释。伫人的生活中间，来见证主，透过人的苦难所得到的恩典，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基督受掠，定十字架死埋葬，遐门徒就开始四界走，四界觅，无法度面对公众。但是伫圣神降临了后，门徒的性命开始就无共款，有改变。使徒行传第5章12节到16节的记载，使徒伫民间行真济新约奇事，信徒拢同心合意伫所罗门走廊咧聚会，民众拢真尊重因，毋过毋敢甲因接近。信主的人一直加添，男的、女的拢真济。有人将病人放伫眠床，还是床铺。讲出来下伫路边，伫彼得经过的时，通互伊来应验的。阁有几群的人，带破病的，甲以及这个声神苦楚的人，对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个城镇聚集过来，因拢得到医好。新约毋是为着要彰显一个奇异的行为甲作为呢？乃是要来彰显上帝的权能以及上帝的荣耀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，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我什么时会当到伫上帝面前去朝见？我明日用目屎准饭吞，我会对着一直问我。你的上帝伫叨位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，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修节。我对念这的代志心非常的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害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遥久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希文、米撒的山笑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
深渊甲深渊三呼应，你会抱拢，你会大应，引目我。你是上主施落伊的慈爱，你是伊予我唱歌。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，我要对上帝我会照歌讲：你是安怎袂记得我？我是安怎着因为对着的压迫、悲伤行来行去？我会对着欺负我、拍碎我的骨头，因一直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叨位？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不足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害惨？着仰望上主，我要久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会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感谢主爱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也护着阮诚做主的工人，互阮因为阮的服侍会通来将伊显着上帝的荣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